菩萨着贼偷。今仔日是科技发达的时代，也是讲究速度甲效率的时代，所以伫日常的生活中，大部分的人拢会面对紧张甲精神压力。若有人抗压性较低，挡袂牢生活的精神压力，就有可能染到精神上的症头。若是安尼，就必须爱去找精神科医生治疗。早前精神科还未遐尼发达的时代，宗教信仰是一般人精神上的依偎甲寄托。甚至伫今仔日的时代，大部分的人还是安尼。伫无精神科医生的年代，人若是去拄着艰难，还是家己无法度担当的困境，这个时阵就会去求神问佛。伫咱东方的宗教庙寺，神明大概拢是用雕刻的，普遍拢称呼做菩萨。伫咱台湾一般的家庭，若是有需要找神明，就必须爱去庙寺，用请的转来厝菜。总是伫这1、20年来，民间流行六合彩，连政府嘛做总卖彩券。真侪人为了要赢缴，逐所在去问神拜佛，甚至偷摕庙寺的菩萨转来家己问。神明若是用请的，迄身菩萨还原在地；菩萨若是用偷摕的，庙寺就失去神明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失神。咱台语的失神，是在形容一个人精神无通偌好，目睭看起来无神无神的款。人会失神的原因，大概拢是操烦过多，内心过头的痛苦忧闷，看起来才会予人感觉失神。耶稣捌对遐个困苦的人讲：恁囡仔着磨担重担的，就来就近我，我要予恁安息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。话通讲，这就是上界宝贵的精神治疗。菩萨着贼偷。今仔日是科技发达的时代，也是讲究速度甲效率的时代，所以伫日常的生活中，大部分的人拢会面对紧张甲精神压力。若有人抗压性较低，挡袂牢生活的精神压力，就有可能染到精神上的症头。若是安尼，就必须爱去找精神科医生治疗。早前精神科还未遐尼发达的时代，宗教信仰是一般人精神上的依偎甲寄托。甚至伫今仔日的时代，大部分的人还是安尼。伫无精神科医生的年代，人若是去拄着艰难，还是家己无法度担当的困境，这个时阵就会去求神问佛。伫咱东方的宗教庙寺，神明大概拢是用雕刻的，普遍拢称呼做菩萨。伫咱台湾一般的家庭，若是有需要找神明，就必须爱去庙寺，用请的转来厝菜。总是伫这1、20年来，民间流行六合彩，连政府嘛做总卖彩券。
真侪人为了要赢缴，逐所在去问神拜佛，甚至偷摕庙司的菩萨转来家己问。神明若是用请的，迄身菩萨要原在伫地；菩萨若是用偷摕的，庙司就失去神明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失神。咱台语的失神，是在形容一个人精神无通偌好，目睭看起来无神无神的款。人会失神的原因，大概拢是操烦过多，内心过头的痛苦忧闷，看起来才会互人感觉失神。耶稣捌对遐个困苦的人讲：恁囡仔着磨担重担的，着来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。话通讲，这就是上界宝贵的精神治疗。